狗今年叫太歲三合，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係穩定嘅。所以屬狗今年無論桃花或者財運都係中上嘅生肖。咁財運排第5，桃花就排第6。咁排到啦，中間唔係話差喎，可能其他人桃花重少少啫。咁你合都係人緣比較好嘅，只不過今年唔係桃花年，如果單身嘅咧能夠認識異性機會就唔係話好大啦。咁唯有把握桃花年、桃花月啦。咁你唔係桃花年，桃花月係4月同10月，積極把握少少。睇下會唔會桃花月咧？如果單身嘅你都能夠脫離單身咧。如果唔係單身拍開拖結咗婚，今年就冇嘢要留意㗎。咁今年屬狗嘅咧係空星最多嘅生肖。咁講咗吉星先啦，吉星有地解同三台。地解逢凶化吉可以減輕空星嘅力，三台有利地位提升，打工有幫助，做生意就名氣權力地位提升，名氣好咗，生意都自然容易上門啦。咁空星有咩啊？有五鬼飛符、官符、年符、華蓋，五鬼小人星。咁我成日講啦，小人嘅嘢其實唔使理嘅，通常啲能力唔夠你好啊，或者係地位唔夠你高啊，錢財唔夠你豐富啊，啲人就妒忌你就小人啦。小人嘅可以忽略佢，完全唔使理啦，唔好俾佢影響自己心情添。咁仲有飛符、官符、年符，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咁官非唔一定係犯官非㗎，可能過馬路俾人捉到啊，亂食煙啊，亂抌垃圾，呢個都叫做官非，俾人罰咗錢就叫官非啦。又或者原來俾人抄咗牌，唔記得俾錢喎，俾人上法庭罰多啲錢，原來都叫犯咗官非。所以飛符、官符、年符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咁各樣簽文件契約，各樣事情，小小心心同埋揸車千祈唔好飲酒，咁嘅犯正式犯官非機會又唔係話好大啦。咁華蓋就心情覺得孤獨唔開朗，所以屬狗嘅你地解三台，逢凶化吉有利地位提升，空星嘅小人是非比較多，同埋有時覺得孤獨唔開朗。咁運氣方面一定係寒命人仲係睇高一線啦，因為寒命人咧由2022好到2027，有啲係25先開始好，就好到30。但無論22開始好，25開始好咧，去到2026都係短期內最好嘅年。所以你嘥秋冬天嘅寒命人，今年有新機會去放膽嘗試。咁如即使生喺呢個春夏天，今年運氣麻麻地，但因為太歲相合、太歲三合，人緣都好少少，都會將你嘅下降軌跡減慢少少或者提高一線嘅。